你阿媽裝修完交俾你，你唔住啊？吹啊！正打靶嚟嘅。正宗江南西原裝電梯樓。精裝3房啊，你唔住啊，真係可惜啦！入正面積82方，廳出內陽台，嗱呢邊已經打通咗㗎啦，洗機嘅位置、沙漏櫃全部做好晒嘅。客廳嘅開間同埋進深嚟講咧，方方正正嘅。咁啊，成間嚟講咧，原裝3房，呢邊咧入門口加個玄關鞋櫃位。咁啊，細房嘅位置咧，訂製櫃做好晒，米半嘅成品床，同埋嘅話咧，佢係有個窗開到嚟採光通風嘅。咁啊，成間嚟講嘅話咧，就只有呢個位置係叫你有少少浪費面積嘅啫，咁但係嚟講咧，佢當時候裝修咧，真係按照翻自己嘅個人需求去做㗎啦，包括呢啲咁嘅梳妝櫃嘅位置啦、衣櫃位啦，都係冇問題嘅。咁而且乾濕分離嘅衞生間有窗通風嘅喎，空間咁嚟講真係一啲都唔差嘅。咁呢邊嘅話咧，亦都係我哋嘅一個廚房位置啦，嗱冰箱位、U 型嘅灶台、管道、煤氣全部係搞掂晒㗎啦。咁而且呢間屋嘅話咧，佢唔係高層嚟嘅，中低層單位。推窗見景，綠油有一片相當之舒適㗎啦。大房嘅位置咧，空間感真係一啲都唔差。35,000蚊單價，原裝電梯樓，江南一小嘅小書包，面積嘅話咧82方嘅，有興趣關注我團，帶你過嚟睇。